花莲香港中心启用直航班机，香港快运航空首航班机载154个旅客，昨暗时到花莲机场。花莲飞香港有152个旅客，首航班机的载客比率超过85%，涵盖大礼拜会有4班直飞航班。花莲机场的工作人员由红布条啊欢迎各开放的直航航班到位，首航载154个旅客到花莲。要带旅客更加方便体会东部地区的好山好水。我们对这条航线非常有信心。现在是每周4班，过年期间两周，我们已经加到了每天1班。香港快运航空希望每个月应带至少2000个旅客到花莲。花莲县政府也推出真侪项旅游好礼，包含各大生态票1000个消费券，加旅游巴士路线，还有旅程折扣者的优惠。很欢迎这个香港的朋友来到花莲。过去旅客拢是为桃园入境，搁转坐大众运输到花莲。香港花莲航线重新开放了后，应至少先3-4点钟，旅客拢感觉真方便。东部地区的好山好水，也是吸引来者的主要原因。好山好水好人情，就特别吸引我。是想去看一下花莲的海吧，还有就是台东那边，就是品尝一下这边的美食啊。直飞航班也好，花莲国民的出国更加方便。当然啦，你在这边可以直飞，真的差很多啊，所以才有诱因啊。每年1月25到2月初9农历春节期间，每日拢有航班来回，一撮不到2点钟，一撮票价也差不多2000外到4000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